什么还是也算赢？唔睇我，唔睇我！我知我唔对，我无应该害死我去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我知我唔对，以后我唔敢。刘老贵，你这样来帮我说，以后我会好好做人，我会好好做人。你帮我过去，说说说我。天明啊，你都原谅伊啦吼，伊已经知影唔对啊，你都放伊一条活路啊。天明兄，你放伊煞啦，搁较安怎讲，你嘛是我的未婚夫啊。我也是一点仔人性拢无啊！天明兄，多谢你叫我欧家嫂。我想，从今以后，你欧家嫂会用个平安过日子啊，我嘛应该放心离开啊。叫你别走！慢点！咱唔是啥物落难花啊，伊是救人的英雄，请拢放来。嗨！对去！嗨！你就送到家就好啦，你家己爱保重。天明啊，恁家一定爱走，我实在是足唔甘的。什么干那唔甘呢？我即马心肝哦，拢结规球啊！是啦，洪英姨啊，我嘛无想要离开放你一个啦。只是我的身份已经暴露啊，这我免去搁大落去啊。拢是我害着恁，煞到来离开这。无啦，这甲你一点仔关系都无。我这种人生来就是流浪四方一款命运。天明啊，二姑，恁两位帮助我，会使母女团圆，完成我20年来拢无可能完成的心愿。我唔知影要安怎甲恁说多谢，来甲恁报答。是讲到起码，我就想无啊啦。伊既然遐尼希望留喺你身躯边，是安怎你搁要鼓励伊甲青龙转去日本？我都已经看到约克啊，我嘛知影，你是真爱我这个阿母的，安尼我就有够啊，就真满足啊。敢讲你心内拢袂艰苦？洪姨啊，
明仔载有可能要转去日本啦，麻烦你替阮甲伊讲一声再会。阮好来走，啊，你一定要保重哦。阮若转去台北吼，一定来看你啦，吼。一定爱来吼，一路平安。莲哥，我昨暗想几暝，我对你伤害实在有够深，我所欠你的实在太多了。20年前，我已经拆散你一摆；20年后，我要安怎搁再甲恁拆散第2摆？莲哥，我知影你是讲惊我一个人会孤单，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习惯了。红英，你的眼神已经甲我讲，你足希望查某囝会当留来陪伫你的身躯边。都还是走喺度。药库陪伴我已经有够久，我不应该遐尼自私，遐尼贪心。有今仔开始，我要甲药库献你，而且这若是查某囝的意思，我希望你会当好好团圆。后家嫂，你袂阁叫我离开啊吼！阿母哪会甘呢？后家嫂。不过，行，咱回来走。阿大，咱要走，你共留着玉兰去做纪念。老好啊。哪有这个玉兰花？铁弟啊，聊天的。母囝的亲情，就亲像玉兰花的清香，温暖着咱这个无圆满的世界。红英母囝从此稳姓卖名，伫龙山寺边仔开一间店卖烧肉粽。店头前种一丛玉兰花，表示因对添丁兄弟的感激的笑脸。这一天，添丁兄弟出现伫金龟石，殊不知一个重大阴谋正发生伫廖点丁换店兄弟肉圆的身上。
发动这个阴谋，就是小金桃太郎的上生小弟小金桃三郎。村长大人，村长大人，你是会叫？看到本村长别叫人哦！我是村长大人。你不要叫人哦！我就是会告村长大人叫你，我没有村长大人。来，别较早讲。大大，拍开噶，内底第三个咧。死卡啦！你叫成死卡啊！你讲什么话呀？你莫误会啦，我讲的是水鸡有死卡，水鸡就死卡，死卡就是水鸡。打证明，我不是一个死卡。八嘎！让你快来！村长大人，我是我讲的。村长大人，我是我讲的。村长大人。对，迄个毋是小金桃太郎，啊，毋是死人那个活跳跳。不管他怎样啦，不管伊是人也是鬼，先救人要紧。慢点来！刘兰辉，你真正是阮的救命恩人，多谢你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你有代志无？无代志，赶紧转去。小弟，头拄甲你去教动手迄人叫啥名？小金孙查，是毋是小金桃太郎？这我都唔知影呢。多谢，安尼你等等去。多谢多谢。大，毋管头拄仔迄是毋叫小金桃太郎，一定甲小金家族有关系。既然叫人拄着，咱就甲变者。嗯，一包你做主角，我来做你的配角。我。村长大人呐！村长大人呐！村长大人呐！我上第一摆来讲啊，先生拜托你啦。你是咧钓狗哟？我看恁爸咧执行公务哦，沿路大声细声，你拜托啥？安怎？恁阿妈要生囝，拜托我去做三步。大人啊，你唔系做爱讲笑的。好啦，其他哟，是阮手约哦，十个生日啦，啊我闹热啦，啊是我请大人哦来我厝坐坐，我就恁查某囝生日哦？靠腰啊！恁查某囝几岁尔就去办生日？恁好野人哦，都是安尼啦，爱晓摆啦。骂完啦！你当时有迄个开春的蓝山钱，分一寡，互咱日本警察做一下好利的啊！一定，大人啊，但是你阿拜托你哦，下暗一定爱阮厝，知无？啊，无我先来走。好野啦！但是我听你，通互你趁路钱，你也是好野。平常时一个只拍你世界，无孝敬。今日查某囝生日，叫我去，去毋是爱送礼，你无趁着，还我了钱。唔捌。书记，进来，嗨！你即马将骂完因查某囝绑起，送去草寮，无看到钱，绝对袂放人。嗨！恁两个嘛是会搞，看到孙察大人，不要叫人哦。小鬼孙查，我当时是家人警察厅督察大人，好苦头啊！啊，不要，他会谈多少？
八架了！你这是什么态度？看到本督察，这种态度啥？走，走！哼！台北警察厅就是惊你这种人的做事，所以派我打苦死来调查清楚。尤其是你，小金村长，作恶多端，对台湾人起脚动手，欺负台湾人，哼！佮叫台湾人爱称呼你什么？小金孙大大人，你是对我来大啊？甲比恁爸较大啊？八家了！秘书长，将伊的代志一件一件记起来，报起你，讲两句，来去家人警察厅做巡查报。唔通啦，多谢来你，你来原谅我啦。是这台湾人太歹管理的啦，所以一定要用国外的手段再三管理啦。哦，八家了！哼，时间临头，还佫唔知死我，我他妈的引出引子。好，甲我倒转来，来去家人讲死金，做工人。走吧，多谢来你啊，多谢来你。唔通啦，你来原谅我。我就是为工友做起，一步一开，做到即摆的顺畅。即摆我转落去做工友，我别管是谁在台里的生活，我无都讲做工友啊啦。做到台里啦，我甲你磕头啦，我甲你磕头啦，你甲我原谅者啦。点点，好啦，看你求到安尼，我就原谅你一摆。以后也对台湾人好，唔通欺负台湾人，知无？啊那无，就调你家人走便所，你也使谈。八家。快走！有人会。林书记，下到，咩事呢？是安尼啦，拄好有两个人互阮钱，叫阮改换衫啦。快喽！有人会，不管你往后走，我一定抓到你。看这个，看这上面的呀，小大人办天光啊，等下，老爷。好了，哎，收工的生意要不敢准备好势啊？老爷，一切拢叫你交代拢准备好啊。好啊，收工差不多下好啊嘛。老爷，已经叫车去也走啊。
无唔对，就是骂完的心肝宝。八戒，是。你冲啥？你冲啥？救命！救命！去甲我拍起来！看到你，就敢若看到钱咧。你想爱油钱树呢？骂完，你一个钱拍你死的工，咸个哭，一道我爱你加开一挂。啥物代志啦？小姐，伊，是讲啊，现在你唔着讲。小姐是当面啊，我了等人尔。师傅，阿牛诶，阿牛啊，到底发生啥代志啊？死了人嘞，死了人嘞啦！老爷，我看咱也是报警啦，袂用的啦，咱绝对袂用打草惊蛇的啦。也毋过小金的孙查，毋是拢老爷你咧孝敬，哎，这根本都无了解，孝敬归孝敬，真正发生代志哦，死过那个无北北晒规大堆啦。500块毋是一个小数目的，会当买规条街啊了。这我知影啦，为着要救手脚啊，莫讲500块啦，就是爱我的性命，我也在所不惜啦。老爷，这好啦，卖我这甲迄啦，500块就500块啦。照你意思去做啦，赶紧准备钱啦，手脚性命较要紧啦。大弟，你匆匆忙忙要走倒去？哦，我是拄则准备一寡钱哦，要去孝敬。你当作你袂去食啊？这多少钱？要创啥？买肉丸哦，靠，放假咯！大弟啊，你莫生气啦。叫我莫生气，我生气这代志还阁细条诶，头壳搬厝哦，代志较大条啦。好咯，大弟啊，你嘛知影自出到即摆，我拢足无胆，你莫甲我吓惊好无？啊，头壳嘛才一点尔，你来你随便搬厝诶。最近哦，手头较暗啦，啊，长较袂过啦，要无即个。这古董先退落去哦，也后个月哦，再放假咯！手头暗是恁兜的代志，什么古董？当你袂收歹人负债的，啊？大人啊，真正是古董嘞！笨蛋！我当然嘛知影这是真正古董。问题是，你本孙子安怎嚣张？啊！即马顶悬查收费查甲足严，你们是要陷害我哦？让我去互斩着，你爱刺杀着我？唔是啦，大人啊，阵阵我嘛提供借单哦，提供嘛唔敢借啊。我相信你嘛唔敢啦。你莫袂记啊！你走私趁黑钱，一寡乌拢无这代志，是啥骗你？啥边啊？老板，恁查某囝，今日是10岁生日啦，哪会无看人？伊走过来佚佗啦。哎呦！你一个人在外口死气爽，安尼偌危险的呢？你是这个独生查某囝呢？你在外口有啥物三长两短？你较济钱哦，我都挖转来的。安娜，免想遐济啦，有啥物代志哦？你找我，妥当的。我小秘书，你查某囝要生日礼物，有代志找我哈。有啥代志哦？大，无啥物代志。
大，无什么动静，大，无动静诶。放假无？因爸是叫伊来顾人，毋是叫伊来困的。我到位捌有遐过来，伊表面看起来真认真，但是心内真惊吓。我看免偌久，伊就会出现啦。这钱，恁摕分分的。多谢大，秀玲的。小囡阿姐。让开！哪来个造呀？快来过！你还没来啊？混蛋！秀瑶啊，算你运气无好，你看到我的真面目。我运气嘛有够歹的啦，捡你看到，真歹势，我只好就捡。所以整个布丁带回来的。是。等者，你的袋仔内面装啥物件？等者，你的袋仔内面装啥物件？来饲的狗，无怪要掠蛋雕啊！狗，我看毋是哦，人狗影。对，是这狗你啦！连囡仔都要放啊，加啉一罐水啦。有要紧的啦。啊？囡仔，哦，我听我看伊走转。看袂着你啊！阿爸，掠我迄两个歹人，敢是小囡阿姐的朋友呢？你哪会知影？我偷去搜啊，伊逃走的时阵，看到小囡阿姐甲迄两个人去讲话呢。小囡阿姐甲我讲出去，伊就叫迄两个人用布袋甲我弄的，要当咧溪底啊！阿爸，我就惊哦。小金的。小瑶，我是阿爸对不起你，嘛我是阿爸害你的。对啦，应对安怎？阿爸看卖。无啦，阿爸。阿爸看卖。啊！我乌嘴用废啦！小阿爸看卖。才夭寿啊！啊后壁乌嘴啊！
三郎，你是条苦，我一定要找你算账。阿爸，你莫生气啦，你答应我，从今以后好好做人，莫干咱想要发财，有跟我食蔬菜白饭过日子，我嘛无爱搁开阿爸赚的乌心钱啊。秀瑶，经过这件代志，阿爸我心痛啊。钱是生活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有钱啊，万买心安。人生有钱啊，不是上天贵，是心安。阿爸嘛无想要过种刀光血影、心惊胆寒的日子。真是啊！当然是真实了。阿爸拢已经安排好势啊，但是咱一定要一步仔一步来。阿爸要先将你送去台南府城，恁金花啊表哥阿大。是安怎？是安怎要住伫遐？为着你安全啊！我袂啦，我无去台南，我无甲阿爸分开啦。小玉，小玉，你哪会遮尔戆啊？这话你会当倒转来，是你福气。你无想看卖，土三郎，咱会放咱爸仔囝煞生，咱爸仔囝以后若要平平安安住做伙，就要暂时相分开，安尼知无？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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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莫啉遐多啦！哎，有钱就开啦，有酒就啉啦，啊无去拄着食汤食铁的小金土沙龙吼，要啉就袂赴啊。我哪讲？哎，小金土沙龙哦，比因大小金土太龙哦，搁较凶啊！食我的，啉我的，要搁用我的啦。我看搁无偌久吼，我遐家伙哦，去互输了了。哦，这是对，原来这小金土太郎，有一个小弟叫小金土三郎，因小弟啊，生了甲足共面的。搁有啊，听人咧讲，伊的做法比因大搁较强，真歹应付。你放心，我会随你的。这红仔真水哦！哎，老爷，这红仔真水哦，这招你查某囝一个，哦，这真水哦，你买一个无？小玉，阿爸买新人啊，互你，你若想阿爸的时阵哦，就去新人遐看，安知无？这个啊。多谢阿爸。嗯。有人伫个无？金妹啊，金妹啊，我啦。哎呦，骂我了！系啦。哎呦，骂我了！我等你偌久啊了。来，哎呦，真重哦。哎呦，骂完了呀！你这几年啊有影哦，生运气有好啦，安尼赚啊遐尼侪钱哦。哎呦，等你甲看卖啊！哎呦，人若一日趁钱，规个拢福上起来。哎，坐。多谢。小玉，这是恁表哥金花啊。表哥你好。哎呦，啊，这个就恁迄个宝贵仔查某囝秀玉啊。系啦。哎呦，阿哥看者，阿哥上细甲你看一下。哎呦，水，实在有影有水啦。哎呦，你比恁那死去的老母还搁较水。哎呦，骂完呢，你生有影有好命呢。金花啊，这是你唔甘嫌啦，无唔对啦。这几年来我有趁一寡钱，也好甲这秀玉啊吼，真乖巧，真捌代志，免我操烦啦。讲起来天公嘛算讲真听我啦。即摆上遗憾的就是讲哦，因阿娘死了较早的事。哎呦，阿达这个生死有命哦，富贵是在天呐。阿达，因老母都有影死遐尼侪年啊吼，啊这几年啊，啊你也拢无搁再娶，算讲对伊哦已经足有情有义啊啦。是讲哦，袂搁讲倒转来啦。啊，他经过遮尼久啊，啊你嘛好搁娶一个啊。好咯，我无想要搁娶啦，我即摆规心哦，将秀玉哦请养到大汉，安尼对咱娘也有一个交代啦。啊，我一个查甫人。秀玉也已经10岁啊，我这做老爸嘛无可能代替咱娘，所以我专门出来遮哦，要来嫁你啦。哎呦，你有影哦，查甫人哦，较会晓想，啊想较远啦。你
做你放心。秀玉啊吼，我会甲将伊当做我家己的亲生查某囝共款，安尼甲惜，安尼甲疼，疼命命，放心放心啦。金花啊，多谢你哦。哎呦，袂啦，讲安尼。这间哦，我专工哦，传要秀玉啊大的啦。啊呾，你看有介意无？要若无介意哦，介意啦。好啦好啦，有介意就好啦。啊呾哦，这间哦，本来是我咧困的啦。我想讲，啊呾秀玉就要来哦，我专哦定甲整理过，啊互秀玉大。我先来困咧茶房就好啦。无咯，金花啊，安尼要哪会用的咧？哎呦，那会袂用的啦！啊，等你甲我用我遐尼济钱，啊，我若无好我对待秀玉啊，哎呦，我敢算是人了？对啦，金花啊，这是钱摕去，啊，加起2间房间哦，亲情啦、朋友来嘛较方便，哦，OK。唔好啦，啊，这侪钱哪好？啊，你互我遐尼济，唔通啦，唔通。来起来，金花啊，你若收叫我去你的房间哦，安尼我会歹势啦。啊，无嘛好啦，含知吼。阿爸，你一定要来看我。阿爸一定来看你。阿爸，我真是不敢你走呢，我就惊我以后都看袂着你啊。无囡仔，阿爸是暂时让你寄喺遮尔，也毋是无爱滴你啊。莫当后白讲吼。来，彩一个，啊，笑笑，哦，爸看者，阿爸蛮辛苦，对无吼？乖，阿爸甲你讲电话，你敢会记？我知影，袂用现在甲别人讲，阿爸就说骂我，那无会有危险。骂完了，哦，骂完了。大姐哦，暂甲200个啦，啊，你早爱落的，啊，若巴肚要通好好食，吼。来。多谢你，金花啊，哎呦，有需要就拜托你。哎呦，你做你放心，我会啦。阿爸，你一定要来看我。无准免钱啊，无准免钱，来去，请坐，请坐，啊，多来，来，请二，来啊，请二啦，准哦，请二啊，无准免钱啦，来啦，来去，请坐，请坐，无准免钱，无准免钱。你请一下你的。哎呀，人的命运哦是天注定啦，无就逐工好嘛，要就逐工歹。加做一寡好代志，我爱就较自在，知无？我知啦，迄是你吼做足侪好代志，迄甲我就无共啊。我是讲我要知影吼，我会当活偌久啊，娶水某，还佫生一大堆吼牛仔囝，安尼就好啊。嘿嘿，安尼嘛好啊，无你去问看觅，看你当时会娶某，哦，当时几个查甫，几个查某囡仔，几个查甫，几个查某囡仔，敢着问啊清楚，当然莫问我清楚。无万一吼，恁某准来甲你生查某囡仔生一大堆啦，啊你这世人就永远注定要做人的丈人爸。还问啊清楚，还问啊清楚。啊，对啦，来，这位人客，请问你唔知是要问婚姻还是运动吼？啊，我要问吼，我当时娶某啦，某有水无？生几个牛仔囝？婚姻啦，来啊！那呢？啊，无请你先写一个字，吼，啊，我再帮你听看卖。好啦。
哪会是遮久咧？先生，是安怎？你这只牛吼，伫水底会生活，伫路上也会趁食。啊，是。你这只牛啊，若想要娶某生囝，会真辛苦，真劳碌啊！恁某就拿个迄个牛壳，甲你缀条咧，互你一世人啊，拢踮涂骹白啊！你会真拖磨哦。先生，你有看唔对，讲较清楚，好无？搁看一摆，啊！报完，天天啊！报完啊，是你哦，真正是你哦！哇，看咱地区人都不记你哦。原来你是搬来金尾洲啊？是咧，不怪我拢找无你啦。哎呦，你实在哦，有较大颗啊，对无哈？是把他妈肥起啊！啊，对，这你的，行你，啊，这拄好安尼。天天啊，哎，好，刚才是你哦，多谢你。拜谢你啊。对，上个厝出水，哦，行来，你姑啊，行。啊。一定是用南风，掠去青山，向阿兄报仇。